先来救主，阮伫你的圣殿作为主席，阮设立这个礼拜这段，阮伫你的面前恳求主你施恩赐福。哦，今仔日的礼拜，伫主你运会中间，每一个阮的兄弟姊妹拢领受上帝你恩典的充满。主你用雨水洗清这个土地，但是嘛恳求主你用你的圣神，将主耶稣基督的宝血，亲像雨水降临伫阮众兄弟姊妹生命中。阮的生命人得到洁净，阮嘛要恳求主你通过今仔日的礼拜，阮所念的诗歌，会当安慰人的内心，会当鼓励人较无亲近你，听主你的话。恳求天父上帝你祝福阮今日所练习、所准备的所有的事项，无论是敬拜赞美，无论是献歌队，无论是诗会的同工，以及事情，恳求天父上帝你的圣神。伫阮中间，你赏赐开来，你赏赐更较大的稳定，主保护这个土地，因为过头上济的雨水，对真侪人来讲是承受不担、承受不了，也有当时会造成伤害，造成不便。特别今仔日的礼拜，恳求主你保护阮的兄弟姊妹，特别来的路程有上帝你圣手的保守，互因交通平安。只成的主，阮伫你面前。将今仔日的敬拜对头交伫你的手，嘛为着伫网络顶缘甲阮做伙敬拜兄弟姊妹，做你福音也会当伫即个空间顶悬有真实圣神的充满的感觉。阮将今仔日的礼拜对头交袂交伫你的手，祈祷我个所有性命，阿门。平安，咱开始咱的敬拜，咱来吟
修祈祷的时光，求主为我们造清洁的心。咱用祈祷的心来吟这首求主为咱做清洁的心，互咱的内面有换新正洁的心。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真挚的灵，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生命。求你使我能得救恩之乐，赐我乐意的灵来扶持我，你的杖，你的竿，领我到你的面前，使我走这里路。神啊，你是拯救我的神，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我的舌头高声歌唱你慈爱，我的口传扬赞美你的话。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真挚的灵，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生命。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真挚的灵，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生命。求你使我认得救恩之乐，赐我乐意的灵来扶持我，你的杖，你的竿，领我到你的面前，使我走这一路。神啊，你是拯救我的神，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我的舌头高声歌唱你慈爱，我的口传扬赞美你的话。神啊，你是拯救我的神，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我的舌头高声歌唱你慈爱，我的口传扬赞美你的话。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真挚的灵，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生命。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
煞，咱来念静静听。咱要听主来对咱讲的声。轻轻听，我要轻轻听，我要专心听主的声。轻轻听，我要轻轻听，我的母者认得我的声。伊是大母者，伊知我的名。我的心爱听主的声，伊是大牧者，保守我生命，伊会让认得伊的声。我要轻轻听，我要专心听主的声。轻轻听，我要轻轻听，我的母者认得我的声。伊是大牧者，伊知我的名，我的心。主的声，伊是大牧者，保守我生命，伊会让认得伊的声。伊是大牧者，伊知我的名，我的心爱听主的声。伊是大牧者。保守我生命，伊会让认得伊的声，认得伊的声。请咱做伙额头祈祷，亲爱的主，阮感谢你，阮是生命何等的福分。主你拣选阮会当做你的囝儿查某囝，主阮会当同心合意，伫主你的圣殿敬拜你，主阮献上感谢。特别主阮也深深相信，你的话没有一句落空。主你对阮的应允，要用永远不变的听来听阮。主互阮有够也的气力，兼在伫阮的日常生活当中，要拄到一个的困难。要拄到一个的挑战，但是阮知，主你的圣神，主你的话，要成就阮脚前的灯，帮助阮行你爱阮行的道路，互阮所行、所做、所讲，拢是合伫主你的旨意，主互阮会当凭着信心来走前面信仰的道路。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门。接下来咱来吟走在信心之路啊，咱用敬虔、用信心来行主，啊，咱行头前人生的道路。走过风和雨，主的恩典在我心铭记。即使黑夜遮盖了光明，主的爱让我坚定不渝。写
心如灯，照亮前方路。每个脚印都有主保护，即使前方山高路又坎坷，主的手牵引我跨越恐惧。你的爱让我心不再彷徨，走在星星之路充满盼望。我曾跌倒却从未放弃，主的声音在呼唤着我。这旅程中虽有泪滴，主的爱永远是我的奇迹。主的应许像彩虹不灭，心靠它，心中不再枯竭，愿将一生献给主的旨意，在善行之路上与主相依。主啊，你是我力量，在风浪中给我方向。你的爱让我心不再彷徨，走在星星之路充满盼望。来啊，咱就用耶和华唱歌，用救咱的石盘出欢喜的声。咱就到伊的面前，感谢伊，用诗歌用伊出欢喜的声。因为耶和华是大的上帝，是大的王，赢过拢总的上帝。我的
或者即时，请咱做伙起立来念圣诗58首。圣诗58首，天下万国众人着听，请咱起立念全首。徛地用使徒圣经来告白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圣母玛利亚出世，伫本丢比拉多入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受天，打坐伫全能的父上帝大边，伊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公道的教会，圣道的相通，做赦免，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这是咱做伙来启应，请咱掀开启应文第39篇启示录21章。我搁看见有新的天、新的地。搁看见圣城，就是新的耶路撒冷出伫天，对上帝讲了。搁听见大声对座位处讲：上帝会幕伫人的中间。
上帝本身要甲伊伫地来做伊的上帝。无搁再有死时，也无搁再有哀伤，后叫痛疼。坐伫座位的讲，我要换心万面。搁甲我讲，已经成啦，我就是阿里法甲乌米加，是起头的甲落尾的。得胜的人要先接这个。以上，请咱搁来吟圣诗245首。我情哪样失迷，请咱坐得吟全首。祈祷。亲爱天父上帝，伫圣主日，阮来到你的时阮宝座前敬拜阿罗你。感谢你伫阮还未认捌你的时，就拣选阮成做你的囝儿，受死救阮甲活命，成做阮的灯牌，阮的快乐，陪伴阮。虽然面对生活中的困难甲挑战，犹原有盼望甲平安。也看顾即件因为风台甲连日的大雨受灾的百姓，求主互因得到帮助，赶紧来恢复重建。
求主通过你圣经的话语，搁一件教示阮，着学习听你的声，你要甲阮同在。求你互阮得到智慧的心，互阮所行所做拢会当下主你的教示，得到你的欢喜。求你的圣神充满伫阮的生活中，互讲的、听的拢得到福气。阮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
这时，请咱做伙来恭守上帝的话。今仔日要看两位的圣经，第一位伫但以理书第10章12节。但以理书第10章12节，伊阁对我讲：但以理啊，毋免惊，因为对你头一日专心爱明白，阁家己谦卑伫你上帝的面前的时，你的话已经得到听见。阁我因为你的话才来。接续阁看18章18节甲19节。阁一位亲像人的款的来望我，互我有力。伊讲：大得着宠爱的人毋免惊，愿你平安，你着勇壮，着勇壮。伊一个对我讲话，我就得着有力。讲：我的主啊，请你讲，因为你已经互我有力。第二位，咱要来看启示录第3章20节。启示录第3章20节，我徛伫门外拍门，听见我的声来开的人，我要入去就近伊，来甲伊食，伊也甲我食。以上，正道我有听见救主之声，请曾牧师。亲爱的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伫咱要做伙来领受上帝圣神的感动，以及互上帝的话来对咱讲话进前，咱搁一摆当心来祈祷。活命的主，你伫逐世代对你所听的囝儿、查某囝讲话。你的话是阮的准绳，你的话也是阮骹前的顶路上的光。你的话有鼓励，主你的话嘛有责备。总是所有你发出的话，要用你的权能，互阮的生命得到永壮。今仔日无论是主耶稣伊所应允，伊伫阮的心外咧拍门，或者已经领受着上帝你听伊的祈祷会等伊你。主啊，阮伫即个所在位内，阮每一个人拢要诚做有听见上帝你话语福气的人。求上帝你的圣神对每一个阮的兄弟姊妹讲话，特别对阮的囡仔，伫因成长的过程中，愿互因听到，对因上有价值。上帝你的话是别人袂晓讲，也是别人毋知影，总是上帝你是监察人内心的上帝。求主你用你的话，互阮有气力，也互阮有勇壮。主阮吟诗，主阮共读圣经。主啊嘛，徛伫你的面前，恭敬来领受，恳求你，互今仔日的礼拜，诚做阮众人的帮助。阮伫你的面前来感谢祈祷，我耶稣的圣名，阿门。所听的弟姊妹，今仔日的圣经，互咱心中的祝福。两个祝福，一个就是上帝要听咱的祈祷。我要鼓励兄弟姊妹，今仔日定心倒去了后，请恁甲但以理书第10章摕起来读，读前的一章，读后的一章，或者你就单单读第10章，拢会使。但以理第10章咧讲起，伊怎样为着以色列人受掠到波斯王国，伫迄个中间，因要受讨绑对于故乡耶路撒冷重新起造圣殿，伊为着要起造圣殿，受着阻挡，心内艰苦禁食21天。上帝的天使传达上帝的话，甲伊换手，伊就活起来，伊感觉有气力。上帝甲伊换手，上帝甲伊换手。天使甲讲的话，伊讲大得着宠爱的人，就是讲咱在座每一个兄弟姊妹，咱是上帝惜命命、疼命命的人。但你是这种的人，亲爱兄弟姊妹，咱嘛是这种的人。上帝甲咱疼命命，上帝甲咱惜命命。愿今仔日个故事，倒互兄弟姊妹，伫你的祈祷中间，你甲上帝讲：主啊，我要一生跟对你。主啊，要半暝嘛好，我要认真安静恭敬来听，因为当上帝讲话时，有时外面的世界足有搅扰的声音。所以，亲像以利亚，
伊伫迄个地洞中间，伫迄个透风摇动死呐，风极大时，环境极不安。但是伊听到迄个中间讲有小小微微的声音，微细的声音，甲伊讲话。伊讲：伊利亚，你伫遮创啥物？亲爱的姊妹，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首先拍开心门，因为耶稣讲：既然为着我拍开伊的心门的人，我要入去，甲伊徛起。那这你若愿意这个主耶稣一生一世，毋是耶稣的一生一世，是咱的一生一世。这个耶稣踮伫你的生命中，兄弟姊妹，关键这个礼拜真侪你甲上帝约束，你甲上帝讲：主啊，我管你。等一个你领圣餐啉这个杯时，你会记得，因为牧师会搁一摆甲咱讲，这个杯就是新约，是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所设立的。你得用安尼来纪念我。咱若是一个老辈基督徒，咱伫人生中间啊，所听的讲道不计其数。但是咱回头一想，伫咱的一生中间，捌有对一摆的讲道，是互你一世人永远袂记得。我上惊会友甲我讲，牧师，我会记得你头一摆甲我讲道，我听你讲道时，你讲着啥？我拢会感觉讲，我当时讲道的内容是帮助着伊，也是互伊感觉有困惑。亲爱的姊妹，愿上帝对咱讲话，毋是听牧师的话，嘛毋是听因外面遐个牛人的话，独只有听上帝的话。我咱伫今仔日的礼拜，上帝圣心帮助咱，会当真做一个听有上帝的话，有听见。佮听有的人，也是有福气的人。这是真无简单的功课，应该讲，这是一个真宝贝的祝福。因为听有上帝的话的人，毋是因为伊牛，因为听有上帝的话，毋是用学来，是因为心内有一个较无敬畏单纯，所以对上帝举目睭的时阵，上帝圣神就讲话互伊听。亲爱的姊妹，咱若要听有上帝的话，咱首先要有敬畏的心。愿天父上帝伫今仔日的礼拜，祝福咱每一个兄弟姊妹，无论是圣歌伫所吟的诗歌，无论是伫礼拜中间所吟的诗歌，兄弟姊妹，上帝的话非常会当安慰人。也这你相信吗？上帝的话非常会当安慰人。牧师虽然会当用真有逻辑性，真刻意的解说圣经，甲内容，条条有理的解说互咱听。但是若无有圣神帮助，兄弟姊妹，咱无容易，咱无容易愿意讲将我的心掏出来，掏心掏肺，甲主讲，主今仔日你讲的就准算。我咱伫今仔日的礼拜，亲爱兄弟姊妹。咱拢真做有福气的人，常常听到上帝话语的声。上帝甲你讲，大得宠爱的人，我惜命命，我疼命命的人。虽然这个世间有真侪人伤害你、辜负你，虽然伫世间中间有拄着你感觉真委屈的代志，但是有我的主爱，你就到家。也这你同意吗？主啊，若有你疼我一届。赢过世间人听我万摆，愿天父上帝，互咱的心是安尼受造就，听就完全了咱对上帝的敬拜。这个听望着咱的内心，咱就甲上帝讲：这个世间无论怎样，我心头要了好定，我独要对你来领受着你所想事的安慰。主讲我要入去你的心内，主讲我要甲你坐，我要照顾你。第三，伊讲，我要甲你摆设换命的宴席，亲像老爸甲囝做伙落来，食一顿饭，咸菜嘛啉个小酒，老爸甲囝伫迄个时阵享受上帝甲咱摆设生命的宴席。兄弟姊妹，愿每一摆你安静祈祷的时，你拢得到圣神同在充满的感觉。主帮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毋是干那用目睭看，
咱毋是敢若用耳孔听，咱是真正伫咱的人生出出双手讲：主啊，我相信你要赏赐我有满足的喜乐。兄弟姊妹，伫你的一生中间有对一个基督徒，互你看到伊，你就感觉讲，伊是一个一生无怨无悔的基督徒。有对一个你的时代，互你看到伊听耶稣听甲迄种亲像酒醉共款，迷，如痴如醉。兄弟姊妹会当甲耶稣的关系有如痴如醉，无简单。兄弟姊妹，但是咱会当讨，咱嘛一定会通得到。也这毋通了解。刚才咱这个时阵感觉，伊是看袂到的上帝，但是咱会当拍开咱的心，咱甲主讲，互我看你，就算做是一摆，我嘛够额。有天要上帝伫今仔日的礼拜，互咱兄弟姊妹亲闻目睹，真正听到上帝，伊甲咱讲亲密的话。咱目睭看到这个，伫传说中、圣经中、伫讲道中、伫侪人的见证的中间，兄弟姊妹，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中间，甲咱做伙一个姊妹，伊叫做管佩瑜，伊是一个非常辛苦的囡仔。伊伫今仔日的咱的更新内底讲伊的生命的故事。爱医治了我，让我不药而愈。耶稣会听望着伊，互伊7年食躁郁症的药啊，暗时袂困的。真久长的时间，因为伊15岁就爱家己养活自己。老爸是老兵，早过身；妈妈是一个类似失智、无能力照顾家己的人。15岁开始就寄人篱下，都爱为着家己的一生负责任。兄弟姊妹。咱的姊妹遐尼勇敢，伫众人的面前讲伊家己的故事。伊讲耶稣会听医治我，互我一生不药而愈，免阁再食药啊！兄弟姊妹，愿咱拢有这种的福分，包括我。兄弟姊妹，愿主将伊的能力放伫咱的中间。今仔这个礼拜圣经甲咱讲什么？伊毋是干咱咧讲起故事，伊咧讲起一个真敬畏上帝、一生坚持。你若读但以理书的时阵，你就知影讲但以理是一个圣经内底极其敬虔，连国王伊都无妥协的人。难怪上帝互伊充足的智慧，伊嘛互波斯的国王看着，讲一句话：伫即个人的身躯顶悬，我看到耶和华上帝的圣心。兄弟姊妹，趁这个时阵为你家己祈祷，主，愿你的圣心踮伫我的生命中，互我身边所有亲人知，你甲我三甲伫地。你愿意现在今仔日的但以理吗？伫任何危险中间无妥协，但以理的故事有真侪传奇。但是今仔日咧讲起伊伫今遮祈祷，上帝的天使来到伊的中间。有人讲起这个天使就是有表有言，伫500年后，主耶稣基督要降生迄个图像。我毋免遐尼复杂解说遮的。兄弟姊妹，伊讲一句足特别的话，伊讲对头一日你迫切祈祷，我来到你的面前，是因为上帝听见你的祈祷，上帝听咱的祈祷。亲爱的兄弟姊妹，奉主耶稣的圣名，祝福咱在座每一个兄弟姊妹，恁拢真做会晓祈祷，也享受祈祷的基督徒，好冇？每一个人拢真做会晓祈祷，也伫祈祷的中间经历着你的一生中间。主啊，我是很含慢的人，为什么祈祷代志就解决？主帮助阮的教会，帮助阮的囡仔。主，阮的囡仔阮讲袂听，主，阮的囡仔阮讲袂讶异。主啊，你讲互伊听，因为你是将你活命历史的主。
求天父上帝甲阮三甲伫伫阮伫今仔日的礼拜中间，阮心中的看路，听到天使来到阮中间讲：免惊，得到疼惜的但以理，上帝听到你的祈祷，我因为你的祈祷，上帝找我来到你的面前。阮天父上帝也将这种的恩典，甲将这种的经历来享受我兄弟姊妹。这个故事发生伫2500几年前，2500年前。根据毋是圣经的历史，根据这个中东的这个历史，波斯王国就是现在伊拉克啦。这个国家的历史是真，所以那照迄个时间，应该就是主前2500年前的一个故事，伊真正发生。但是这个故事，互咱有一个足重要的信仰的鼓励，就是当人感觉无能为力，当人感觉情景真歹，局势有够歹，心中不满、惊吓、不如意。但是但以理讲要安怎么办？兄弟姊妹，这嘛是咱的问题。咱拄着人生事怎么办？不是凉拌，是交给上帝来办。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伊将圣神所带来迄种的信心，放伫你的生命中，永远无收回。求圣神将信心放伫咱的心中，永远无收回，以同在力量，好唔好？愿天父上帝互咱听到今仔日上重要，但你律师，咱读3节尔，这是最后一节，第10章第19节，伊讲大得宠爱的人啊！免惊，愿你平安。你着勇敢壮大，坚强起来。天就算做放落来，嘛我甲你挺掉咧。兄弟姊妹，天就算做放落来，我嘛甲你挺掉咧。兄弟姊妹，学习但以理信仰的态度，经历着但以理，伊听到上帝祈祷会欢喜。原咱就今仔日的礼拜。咱听这个天使甲咱讲，毋是甲但以理讲，因为但以理已经听见啊，已经过去啊。愿天使甲咱讲，有一个亲像人款式的来问我，伊一问我，互我有困难；伊一按我讲话，我就大大有困难。兄弟姊妹，将这句话讲阿门。逐摆上帝圣神来甲咱欢手。咱就有感觉，逐摆圣神来甲咱讲话，迄句话就永远袂记哩，永远留伫你的脑海中，伫你的心中。阮上帝的话，诚做你的平安，诚做我的平安，诚做咱众人的平安。兄弟姊妹，愿今仔日的圣经的话，邀请你背起来，一生无放弃这种。经历着上帝同在，活活的困难。这个天使伫后来有写着伊的名，伊叫做加百列。兄弟姊妹，愿咱伫伊的面前，因为这个天使对伊还手，伫第18节讲，伊伸手还我，我就有困难。愿咱伫伊的面前，咱听着伊甲咱讲话，赢过牧师的讲解，牧师都爱用道理，爱讲好有理。恁才感觉讲，安尼听会落，毋是，是上帝的活命的权柄溃烂，毋是有你，伊一讲出了后，你就忽然亲像醒起来，你的灵魂就静音，你就伫上帝面前讲：主啊，我知影，感谢你，我愿意听你的话。主啊，你一讲话，我的生命就有困难。愿天父上帝享受这间教会的组织，对这事到永远。这堂教会的组织会通讲，互人的生命得到改变的信息。这堂教会的讲台顶悬，每一个徛伫这个所在讲道的人，拢得到兄弟姊妹伫背后的带导，互迄个讲道者会当为上帝来讲话。愿天父上帝伫今仔日的礼拜，伊互咱听到耶稣所讲的话，
启示录3章20节，伊讲我伫门外拍门，听见我的声，来开的人。兄弟姊妹，你有听到耶稣甲你讲：孩子，我在你外面；孩子，你在我外面，我在你外面。咱中间有一个兄弟，伊捌伫暗时梦起一个梦，耶稣来拍门，我若无记唔对，有可能迄个剧情故事我讲了有小可无共款的版本，但是伊伫梦中梦到耶稣来找伊来拍门，伊紧醒起来，去开门，耶稣无伫遐，伊讲我开遐唔慢来开门，兄弟姊妹，愿上帝祝福咱在座，咱拢有这个经历。主耶稣绝对无离开咱。咱会梦到迄个梦，是因为咱心中脚步要见耶稣。会梦到这种的梦，是因为伊心中脚步要甲耶稣深深来结连，伊要看到主耶稣。单单这个梦本身就是一种的信仰的告白，会互咱伫上帝的面前讲：主啊，说使迄个人若真正安尼梦着，主感通你不但你伫我的梦中出现，你嘛互我看到，互我伫我的梦中中间看到真光。主你穿白衫，你家喺我中间，有好事要发生，毋是歹事要发生。求天父上帝帮助咱。耶稣讲：我要进入你内底，我要就近伊。兄弟姊妹，耶稣准备要甲咱成做以马内利的上帝，你了解吗？耶稣讲我要就近伊的意思，就是亲像圣经有一个英文讲，上帝要永远甲人相合伫地。即摆基督徒较少写批啊，因为即摆基督徒拢毋免搁再贴邮票，除非有特别的公文，你才咧贴邮票，敢毋是？咱即摆拢用来去，吼，毋是讲来去了的，来去，吼，搁有用 email 写来写去。古早若是基督徒的家庭写批彼此请安，最后拢会讲一句话叫做“以马内利”，意思就是愿上帝甲你相合伫地。兄弟姊妹，愿今仔日主耶稣甲你讲的话，真最真的，主耶稣永远甲你相合伫地，甲你做伙生活，甲你做伙快乐，甲你做伙忧伤，也甲你做伙做人生的决定。还有一项，伊要甲你做伙食青草，伫你的生命中间，伫我对你的面前有着我白色恩赦。诗篇23篇，伫我对你的面前有着我白色恩赦意思。牧师讲几啊摆的解说，这个解说毋是讲干那战争的对敌，就是伫人生中间各种的困境的中间，上帝拢要甲咱摆喜宴、欢庆的盛啊，这个叫做凯旋的庆功宴。愿天父上帝伫咱的生命中间，互咱甲伊到一生的路尾。今仔日我要甲咱分享3个祈祷。第一，甲主祷讲，主互我听到你的声，这是今仔日的第一个祈祷。会当听见上帝的声音的人是有福气，因为你会知影这个上帝毋是风声的，毋是传说的，这个上帝对你来讲是真个活的上帝。第一个祈祷，甲上帝祷讲，主互我听见你牧者的声。耶稣讲牧者的声。羊仔认得我的声，原咱就今仔日咧拜人上主。第二，我要邀请兄弟姊妹拍开你的心，莫坚持。有当时你讲主啊，你莫吵我啦，我即摆足烦的，我即摆乱吵吵。主啊，你莫甲我吵，你帮我一个人静静。兄弟姊妹，当然上帝会当帮你一个人静静，嘛真有可能你有法度一个人静静。但是兄弟姊妹。搁较要紧，就是不但当你领受耶稣甲你做伙时，你会当得到安静，你会得到迄个以马内利甲耶和华以勒的人生，以马内利甲耶和华以勒的人生，拍开你的心门，恭敬领旨，上帝圣神进入咱的内底。第三个祈祷，我要甲兄弟姊妹讲，祈祷是有方法的，
我要讲到3个方法。第一，养成读圣经的灵修的生活，因为上帝早就已经讲话啊。咱讲上帝拢毋捌甲我讲话，你是否定讲圣经是上帝的话？毋通忽略，上帝早就已经将伊的话放伫圣经的内底，摕来遮的人，伊的生命、伊的灵命就成长。第二，专心做礼拜听讲道。有的人可能有糖尿病，毋是糖尿病，有血糖的问题，做礼拜拢会拄久。愿你平安，兄弟姊妹不要紧，牧师毋是甲你考试，毋是。但是做礼拜是咱不但听牧师的讲道，就算你坐到这个所在打瞌睡，圣神嘛有可能不会让你白白的离开礼拜堂，你相信吗？你若带着敬畏上帝的心来到教会，就算做你伫迄个所在做拄久，牧师嘛祝福你，因为你带着一个祝福，就是快快乐乐、平平安安倒去，因为你困有饱。兄弟姊妹，咱无互相考试，但是咱要成做一个成熟的基督徒。第三愿天父上帝讲互咱听，就是摒空你的内心有清气。因为你的心就是圣神徛起的圣殿，你会记迄句话无？你若准备好势，上帝的圣神特别伫你的心内，互你真敏感，你会敏感着上帝所讲的话。这3项就是咱的祈祷。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所听的弟姊妹，你的家庭得到福气。愿你甲你的囡仔做伙做同学。愿咱甲咱的囡仔做伙做学习信仰甲真理的一家人。咱虽然比咱的囡仔较早信主，检查咱伫道理上，咱嘛听比咱的囡仔较济。但是对永远到永远，信仰拢有进步的空间。咱的进步，囡仔看会到；囡仔的进步，咱嘛看会到。会安怎？会互相祝福，互相鼓励。愿天父上帝帮助咱的家庭，真侪有福气的人，上帝的话常常伫咱的家庭中间传来传去，伫咱的家庭中间拄着大小事，能用上帝的话讲来讲去。愿天父上帝帮助咱是讲真的，因为上帝一讲话，但伊你就得到亏难。兄弟姊妹，把这句话记起来：上帝既然你对我讲话，我就得到智慧。既然你对我讲话，我就勇敢壮大。虽然别人甲我讲的道理是无共款，伊正甲我听起来伊较对，但是主啊，求你解说互我听，到底什么较对？求天父上帝对咱讲话。第二，安静咱的心，甲主讲：主，请讲，主，请讲。这句话互咱有一个足熟悉，你有感觉无？什么人？撒母耳。撒母耳伫足细汉的时阵，伊的老师教伊讲：你若伫梦中，佫听到人甲你叫，你毋免佫走来我的房间甲我吵，我爱困甲要死。喏，你着跪落来甲伊讲：主啊，你的囝儿伫遮，请讲。你的囝儿伫遮，请讲。所听的姊妹，愿上帝伫你的一生每一个关键的时间点，伫你的一生每一个道路的十字路口，愿圣神将伊的话足清楚引出你。愿咱真做一个，互上帝的话改变咱人生的人。到后来，咱甲咱的子孙讲：你的爸爸对少年到年老有几摆的选择，伫几摆的选择是重要的选择的中间。我有一个灵感，如果你若唔敢确信讲，迄是上帝给你的智慧，你会当讲有一个灵感，后来我就做了一个选择。兄弟姊妹，你累积足侪的灵感，巧合，你爱知影，这都唔是巧合，对不对？太侪的同款的灵感，太侪同款的引出来祝福。
我以为迄是一个灵感，但是其实咱就知影讲，虽然咱无看到上帝出手，但是上帝其实伊咧做工。啊，这你同意吗？我咱伫今仔日个礼拜中间，咱对上帝讲，主啊，求你给我讲话。圣经的中间旧约常常出现一种的讲法，伊讲上帝话临到我，恁会记？每一个先知伊若要讲话，头一句话拢先安尼讲：上帝话临到我。这是旧约的先知每一个人，那就是官方制式的语言就对了。伊若徛伫会所，徛伫众人的面前，要替上帝讲启示的话时，因拢会安尼真恭敬讲：上帝话临到我。啊，这愿上帝话真公平，临到4000年前的人，临到2000年前的人，嘛临到咱。愿上帝临到你，有一日，咱哪来哪会晓听上帝的话？咱愈清楚。咱阁甲咱的囡仔，甲咱家己讲，主，我已经听到你所讲的话。上帝所讲的话，不分这几个理由。上要紧的理由，上帝要解说生死祸福、生死、福气甲受灾的迄种的原则，甲迄种的态度。上帝对人讲的话，甲生死祸福有关系。第二，上帝所讲的话，甲人生命的奥妙有关系。有启示将来，有宽免现金，有提钱迄个糊涂的人，有责备迄个对落的人。上帝所讲的话，甲活命的奥妙非常有关系。愿意听上帝的话的人，这个家族要改变。这礼拜有伫 Facebook 顶悬甲某一个兄弟有交流，伊问我一个问题，讲明明嘉南地到红海过去，到嘉南地用行的都免几工啊。无说是安那以色列人爱伫旷野绕远路行40年。这个问题非常好，我甲伊回答讲，圣经并无解说讲上帝为什么。但是我甲伊讲，上帝不会捉弄人。上帝以色列的家族伫旷野40年，有一个足要紧的原因，就是互即个奴才的家族脱胎换骨。一个社会、一个民族的文明，拢毋是一夕可成。忽然你中乐透，几啊亿的美金，你倒咧食都食袂了。你知道上帝所讲的救恩是要互一个人，真侪有尊严、有自尊、脱胎换骨。伊所追求的，毋是干那食到荣华富贵、假清盈。咱台湾人要一条还没有走到目标的路。台湾人需要脱胎换骨，因为台湾要搁伫后殖民主义的时代。你有无说你莫搁讲迄个政治？你若有想要听，我会当讲互恁私底下讲互恁听。台湾要搁某一种的程度，甲犹太人同款。咱掠准是真理，咱掠准是对的，无一定是对，无一定是真理。牧师毋敢讲，我讲的是真理，但是咱拢咧找真理。但是我真爱台湾，因为我发现多数的台湾人是有用头脑的。嘛是有负责任的，咱的命运是共同的，所以咱要接受咱彼此中间多数做的决定。但是咱上好是学习做正确的决定的人，因为咱毋是对别人的决定来行，是用咱家己的决定、上帝决定来祝福咱的行顺。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咱听到但以理所听到的话，上帝用伊的话帮助伫焦虑中间、伫困惑中间、伫恐惧中间、伫好亲像乌天暗地，毋知要何去何从的事。上帝讲话，上帝讲倒边、正边、前行、后行，上帝一定对咱讲话。
愿天父上帝伫今仔日的礼拜，听咱的祈祷。兄弟，你有真正确保要听到上帝的话吗？我从来无怀疑讲，咱的兄弟姊妹，恁对做礼拜的认真的态度。我伫台下顶，恁伫台下骹，虽然我拢会讲话，但是我看到恁会坐伫迄个所在会行，我知影恁的认真。亲爱兄弟姊妹，上帝祝福咱，无空空伫遮。我毋是戏班咧演戏，互恁看。我嘛毋是讲相声，伫遐耍嘴皮。兄弟姊妹，今仔日的聚会，冯娟长老伊讲，讲的人、听的人，拢白白得到祝福。毋是讲的人、听的人，白白得到祝福，是互上帝的话，真侪万国万族万人的祝福。愿天父上帝帮助咱，向上帝拍开心门，恭敬甲上帝讨，恭敬欢迎上帝，恭敬用今仔日的启示录，因为主讲我徛伫门外拍门，你讲开有啊，开有啊，开有啊，门拍开探进对窗仔边看，遐这愿你看到，愿咱准备心，时间若到，你就要看见这个上帝。真侪相片要帮助咱记忆。真侪相片帮助咱伫某一届的礼拜中间，咱曾经看到一个图片，迄个牧师的题目叫做“我听见救主之声”。我有听见上帝主爱的声，轻轻甲我讲。虽然咧写作轻，但是我足清楚听到。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伊甲咱讲：开门。第二讲，我要入去你的生命中。第三，伊讲。伫你的一生中间，我要甲你摆设宴席，较有遮好康的代志，这敢外送吗？愿天父上帝帮助咱，咱享受这种白白的恩典，上帝伫今仔日的礼拜，甲咱同在到一生的路尾。听天使所讲的话，伊讲对头一日你专心求讨明白将来事。搁伫上帝的面前恭敬，谨切祈祷，你的话得到上帝的应允。我是因为你的祈祷来，这你知这句话的意思吗？该放伫你的脑海中。上帝欢喜听人祈祷，圣神的因为人的祈祷来到你的生命中。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安尼。你若相信，咱就经历。愿天父上帝帮咱。你的话已经得到接纳，我是因为你的话来，所听的姊妹愿上帝进入你的家庭。咱的教会最近安排一种的时间，叫做幸福到我家。兄弟姊妹，愿咱真心中互相祝福，愿天父上帝对天地来的福气，进入到咱的家族，到永永远远。我知影咱真侪兄弟姊妹真心中咧参加这个幸福到我家，毋是干那去参加聚会，佮参加迄个聚会中间，咱佮斗相共、斗参与，就亲像一家人共款。上帝祝福咱，上帝祝福咱。愿天父上帝，咱的教会是正做一个互相分享，伫主的宴席中间。咱三家天，帮忙主人家，毋免骹手无用，伫因骹手无用的背后，咱嘛会当三家天，因为这是咱共同的，敢毋是安尼？愿天父上帝开咱的心，互咱知影，咱是做了对的代志，上帝欢喜咱所做的事。第三，拄则牧师用甲咱讲，要安怎听到上帝的声？要安怎听到上帝的声？第一项，上主要所讲，听见我的声来开的，我要入去，我要甲伊参加宴席。第一，会记得你的手中有圣经。咱教会来做礼拜，今摆来做礼拜，早家己圣经的人，愈来愈少。真有可能你甲牧师同款，你做礼拜拢拿一个手机啊。刘牧师啊，我对手机做好用，
较细心啊，手机做好用。但是如果你若有一本圣经，是你对少年到年老，你每一觉有感动，你拢写一句话，你想迄本圣经有宝贝无？有一日你若把这本圣经当作财产，留互你的囝儿，你的囝儿要看到迄个圣经内底，你曾经走过的心路历程。我无意思批评讲恁无选择用纸本的还是电子档的，都一样好，只要你们渴慕专心上帝的话。愿上帝互恁有一个恁家己真受造就甲帮助的方式。愿天要上帝帮助，但是会记得读圣经才会当听到上帝的声。勤读圣经的人就会当明白上帝慈神爱所伊所讲过每一句话，这就是听见上帝话第一个撇步。第二个撇步是甚么？听讲道，不但听讲道，思考讲道。有兄弟倒去了后，若听过了，有当时会搁甲牧师讨论。我真感动，兄弟姊妹，每日三思上帝的话，这号人有福气。写伫对。诗篇第1篇第1节，兄弟姊妹，诗篇第1篇，敬畏耶和华的人，每日三思上帝的话。伊意思其实是讲有福气的人啊，你爱做这，因为诗篇的犹太人因咧讲话拢有咩咩角角啦。伊是甲迄个有福气的人放伫第一句话，就人家讲，因为恁安尼做。所以你即摆愿。咱听讲道，嘛听牧师讲无完整，弦外之音，愿圣神讲互咱听，咱家己丰富伫讲道中间所听到上帝的信息，愿天父上帝帮助咱。第三项，准备心，然后听到人拍门，叮咚叮咚，紧甲伊开，所以你姊妹，愿天父上帝帮助咱。咱真做一个对上帝的声音真敏感的人，愈靠近上帝，越强烈渴慕的人，他越容易听到圣灵的声音。第二，要安怎听到圣灵的声音？圣经讲手洁心清，人非圣洁不能见主面。要啉清气的水，爱摕清气的杯仔来滴。主祝福咱今仔日。咱用圣餐来做咱的回应，咱用圣餐来完整咱今日所领受上帝的话。咱伫领圣餐的时阵，亲像牧师共款，甲饼摕好悬悬，甲杯捧好好势。咱甲主讲，主感谢你，今仔日我领受你的圣餐，真做我生命的帮助。咱同心来祈祷。至尊、至圣、全能的上帝，愿何德何能会通做你的囝儿？至尊、至圣、全能的上帝，恳求你听我祈祷，恳求你进入我的心内，进入我的厝内，求你掌管这间教会。互这间教会成做一个大家庭，无同款的个性，无同款的背景，无同款的政党的色彩，无同款的族群的背景，阮拢有共一样的心，欢喜因为相听，阮成做一个大家庭。主恳求你，互阮拢有运数，也有这个机会。会当常常清楚听到你的声，来得到开展。阮伫你的面前虽然未堪得，但是阮恭敬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祷。阿门。
诸位来吟圣诗，来准备守圣餐。咱来吟圣诗217首。想要伊名叫做耶稣，代表着社会和主动，多么幸福的灵活光，天天的将来照亮我。伫主耶稣基督的名，欢迎今日属于伊的陪餐者三角来守圣餐。亲爱兄弟姊妹，请注意来听耶稣对今日归伊的人所讲稳定的话。主讲：我就是活命的饼，就近我的人决断袂枵，信我的人永远袂碎焦。就近我的人，我决断无去杀伊。所听的姊妹，愿耶稣基督稳定甲恁三角伫地。请恁注意来听耶稣基督所设立圣餐的时所讲的话。照着保罗的记载，伊讲：因为捌对我捌对主领受也传授互恁，就是主耶稣基督受病迄暝，伊有摕饼祝谢讲：即个就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食了后，也安尼旁杯讲：即个杯就是新约，是我的血所设立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逐摆咱食即个饼、啉即个杯，是表明伊的死，直到伊过来。咱同心来祈祷。主要说，阮照着你的教示，阮常常守圣餐。阮准备即个饼甲葡萄汁，因为自古以来，即个饼甲葡萄汁是代表主你的身躯、你的宝血，甲你所设立的信仰的活命。所以，阮恭敬自执伫礼拜堂，我们领受即个圣餐。伫过去一个月中间，阮伫有意无意中间，若有得失。若有过失，恳求主耶稣你通过你的宝血甲圣灵殿，不但洗清阮的心，也赏赐阮勇敢壮胆、得胜的开力。愿用你的性命来祝福这个饼，成做你的身躯；愿用你的命来祝福这个杯，成做你真实的宝血。主愿用你家己的应允。伫你的名内底邀请你，主耶稣，你来到阮中间，你来主持这个圣餐。主你亲自拍破、掰开你的身躯，你亲自做五体饼、问我鱼的神药，将这个饼
传予众人。主，请你来祝福今仔日所领受圣餐的每一个人。我伫你面前同心祈祷讲，阿门。最后所讲，这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就行安尼来纪念我。这个是主要所基督的身躯，为着咱拍破的，咱要行安尼来纪念伊。来，今仔陈宗胜长老甲这个书记长老来旁边。这个饼就是主耶稣基督的身躯，为着咱拍破的，咱要行安尼来纪念伊。主耶稣讲，这个饼就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你就行安尼来纪念伊。这个饼就是主耶稣基督的身躯，为着咱拍破的，咱要行纪念伊。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饼就是主耶稣基督的身躯，为着咱拍破的，咱要行安尼来纪念伊。主耶稣讲，这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就行安尼来纪念我。主耶稣，我感谢你。主耶稣，我感谢你。主，当阮手摕这个饼，好亲像你牵阮的手。主耶稣，当阮手摕这个饼，好亲像你牵阮的手。主耶稣，我感谢你。主耶稣讲，这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就行安尼来纪念我。主耶稣讲，这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就行安尼来纪念我。这是主耶稣基督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就行安尼来纪念我。主耶稣，我感谢你，你用极大爱疼来拯救这个世间，你用极大爱疼，让人得到帮助。这是主耶稣基督的身躯，为着咱拍破的。主耶稣讲，这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就行安尼来纪念我，咱同齐来领受。吃安尼食了后，安尼旁边讲，这个杯就是新约，是我的会所设立的，恁就行安尼来纪念我。咱来请邱吉长老、永红长老。甲帮管长老来捧杯，这个杯就是新约，是主耶稣会所设立的，你就行安尼来纪念我。这个杯是新约，是主耶稣会所设立的，你就行安尼来纪念我。这个杯是新约，是主会所设立的，你就行安尼来纪念我。这个杯是新约，是主耶稣基督会所设立的，恁就行安尼来纪念伊。主，阮恭敬敬拜你，阮用阮的心灵向你誓约。今仔日的我无搁再是我，乃是主耶稣基督你，伫阮活命的活。主耶稣，阮甲你立约，因为你为阮死，阮愿意为你来活。主耶稣，阮感谢你，
求你换新阮的生命，用你的宝血洁净阮，互一切活命拢换新。这个杯是信仰，是主耶稣基督血所设立的，咱要用安尼来纪念伊。这个杯是信仰，是主耶稣基督的血所设立的。这个杯是信仰，是主耶稣的血所设立的。所听这敢有人无领受着圣餐的杯？这个杯就是信仰，是咱的主耶稣基督的宝血，咱该立生命的信仰，咱同齐用安尼来纪念伊。逐摆食即个饼、啉即个杯，是表明主的死伫到伊过来，咱当心来祈祷。阮全心感谢全能的上帝，你用极大无比的疼，互阮领受圣餐，成做阮灵魂肉体的食物，搁互阮明白你疼惜阮，也互阮知影阮因为救恩的缘故。阮甲阮的主耶稣基督结连成做一体，是你忠实的信徒，也是你天国的后裔。主阮的上帝，阮谦卑恳求你，当阮搁一摆奉献家己本身，互你的事，求你接纳阮，用你的慈爱帮助阮，互阮会当坚持这种信仰的清气，荣耀你的名，直到将来。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咱来准备奉献。平安礼请怎么输？
咱今仔日非常欢喜，咱陈崇发牧师有伫咱中间，甲咱做礼拜吼，就是启迪的爸爸陈崇发牧师伫咱中间，咱欢迎伊吼。感谢上帝，互陈崇发牧师永驻，嘛真欢喜启迪拢照顾爸爸吼，上帝祝福恁的家庭。咱用这首诗歌来做咱的祈祷，咱用这首诗歌做。深深知影，你的疼是阮袂堪得领受，但是你却愿意白白将你的疼收束予阮。阮一点一滴，一摆搁一摆，经历着主你的疼伫阮生命中间，迄种的甘甜以及改变。伫今仔日，阮的礼拜中间周报内底的更新，有阮的姊妹。伊得到主你的疼，互伊伫生命中间来做一个活活的见证。你的疼，互伊成做一个更较快乐、有自信的人。主，阮恳求主你，互每一个阮身边的人，因拢会当有即种的福气，领受主耶稣你的疼。因为阮深信，独独你的疼会当改变阮的活命。不但享受阮平安喜乐，嘛享受阮尊贵的态度。至圣的天父上帝，求你帮助这间教会，互阮成做一个真旨意来整理家己的圣殿内心的教会，互阮悲悯心来领受你对天人爱的疼，互这间教会所领受的疼，毋是自私家己享受。主，阮的教会有爱餐，但是教会嘛有伫网络顶悬做伙守圣餐的兄弟姊妹。主，今仔日的时刻，愿主你的圣神不但互因伫因的心灵内底，亲像领到实体的圣餐同一款，主你的疼进入因的内面。主，照顾阮中间的四大人，特别本日长老娘，恳求你也照顾阮中间。年长的长辈的陈牧师，主，阮知伊对你的尽忠，伊对你的信靠。主，阮知影你伫伊的身上顶悬做真水奇妙的事。今仔日阮真欢喜，伊不但来参加阮的礼拜，因嘛带来上帝你的祝福伫阮的中间。主，求你照顾张长老、绿雪长老。也照顾阮中间的刘连勋兄弟，恳求天父上帝照顾每一个伫身躯欠安的人，求你嘛照顾人具，照顾红人，照顾中间长老娘，求天父上帝施恩赐福，互每一个需要你的囝儿查某囝，恩上加恩，力上加力。我咱来恳求祈祷，我耶稣的圣名，阿门。而且甲咱身边的人讲，耶稣听你吼。咱来为着即礼拜生日的人来祈祷，
吼，咱来为着即礼拜生日的人来祈祷，咱请即礼拜生日的人来头前，好无？咱同心来为因祈祷。最近仔日生日的兄弟姊妹，袂通伫圣殿内底，但是阮伫主的名的内底来纪念伊，为着安鲁，为着亲亲，为着佩琴，为着雨禾，为着彩珍，为着雅玲，为着亚瑟，为着俊辉，还有丽美姐，阮恳求天父上帝施恩赐福。伫因的生日的时，愿天父上帝你画手伫因的身上，互因有福杯满溢的甘甜，祝福因担着主你稳定的滋味，直到一生。主求你的圣神充满伫因每一天，因出因入，保守因的脚步，保守因平安。最后照顾因手所做的工，特别伫365日每一项代志。主求你赏赐因能力，互因会通伫事工的顶悬荣耀上帝，互因的人生嘛得到祝福。主伫你面前安尼祈祷，我给他说圣名，阿门。云心吼，毋是云心来用永芳，歹势无事无甲你事先甲你征求你的同意，但是你有一个新的旅程，你感觉你互无事甲你祈祷？你原本他安尼总是迄个永恒，恁拢来吼，你陪云心啊，永恒虽然无伫咱中间，咱嘛为因祈祷。云小刚来，有啊，拢来吼，全家来。主在你的面前，要为着云心来感谢你，一个真值得感恩、值得拍手的一个阶段的结束，也伫一个新的阶段，阮恳求天父上帝你，互你的查某囝享受真正的人生对这个时阵有一个奇妙的转折点，就是踏进社会，伊的生命中间手所做的工，突然将云心赐给你。求你的圣神感动在，无论是能力，无论是缺药的心，圣灵的大能与他同在。专门为着云房祈祷，求天父上帝甲云房伫咧，阮知影你每个小属于一个真特别一个上帝你为他预备的一个新的旅途。伊的努力，主你所赏赐，你所开的门，是上帝你所祝福。求天父上帝帮助云房伫北部的工作。伫伊即摆开始的阶段，未打好基础，将来将做上帝你所使用一个正义的工人。我要求天父上帝你该三个地点，我为着云秀的梦想，跟他将来的所有要走的道路，交在你的手上。主，阮知影你对伊细汉到即摆，一直拢无离开伊。主，你的查某囝有一个新的期待、新的计划、新的梦想。主，求你。互伊，求你听伊的话，听伊的祈祷，互伊甲你参详的事，你会通指示伊，为伊拍开主你所有备的门。主，阮感谢上帝，你互因伫家庭中间，甲教会拢真侪好的长老。主，阮恳求天父上帝，你赏赐伊圣神的权柄，甲上帝你的性命伫伊的手中。主，设立伊真侪你的祭司，也真侪伊真侪一家之主。主，阮恳求你祝福英雄。主，阮为着书业老师，恳求主你接来伊，求天父上帝，你互伊享受做慈母的快乐。主，你互伊会当享受伊三个囡仔成长的荣耀，会当享受伊三个囡仔将来开花结果的生命的第二里路。求天父上帝祝福书业老师，互伊伫信仰的顶悬叫做属灵的妈妈。伫家庭中间嘛是一个属灵的妈妈，主，阮赞美你，
这个家庭从领受你的收入就要稳定，我深深的珍惜，也深深的仰望，求天父上帝祝福，特别三个云秀、云心、云房，愿咱的基督我该所有性命，阿门。上帝祝福你，好，加油！上帝祝福。咱来请师回来报告，咱请师回来报告。即时来报告，顶周的聚会记载伫周报顶面，请咱家己来看。本周的聚会，主日礼拜9点半伫礼拜堂基督会，拜三8点伫礼拜堂，加线上查经班有2场，早起时是9点，暗时是7点半，拢伫咱的线上查经群组。圣经的服侍后礼拜书会张世昌执事，领诗青少器。苏琴是陈美秀姐妹，苏贤甲交代是尤丽芬甲张文芬执事，爱餐请郭依玲执事。新安宫读经表甲每日的灵粮，请咱照听书表顶面的进度来读。具体交通，第一，今仔日咱领受圣餐纪念耶稣基督十字架的大疼。第二，主日爱餐了后，咱要召开8月份的中职会，请咱中职来出席。第三，本年度的野外礼拜要伫8月17，咱要去台南神学院来举行。机会真难得，为着要安排交通、保险甲餐点，请咱赶紧来报名。咱报名截止是8月6号，即个拜三，请咱会当伫个线上的赖群组接龙报名，或者是会后已经来报名。第四，8月10号方院教会，下晡3点要举行邱永迪传道就任方院教会牧师，请咱欢迎来参加。下晡2点15分，咱要对教会来出发，来恭贺来台岛。奉献报告记载伫周报顶面，若是有错误的，请咱按会计人员来更正。台岛事项，请咱阁继续为着咱教会信心欠安的兄弟姊妹以及教会所有的长辈的健康甲平安来祈祷。请咱也为着教会青少年因的心灵甲课业因的升学所有的考试来祈祷，也为着咱教会适婚的青年的婚姻来台岛求主陪伴。第四，请咱也为着咱教会目前出外伫国外的青年怡轩、艾琳、甲恩君以及玉君姐妹来带导。以上上吟，咱做伙来吟上吟诗歌507首，因光归圣父上帝。吟诗煞，请牧师祝祷。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主爱，圣神的感动，相通扶持，甲恁三甲伫地，对即时到永远无尽。阿门。请坐，灭得避讳。